保養得宜嘅羅琳1991年當選亞洲小姐之後，試過拍劇，並且成為一位成功嘅主持人，到而家依然豔光四射。眨下眼 Candy 三位仔仔已經長大啦，但係來自演藝圈嘅 Candy 就偏偏唔想三位仔仔加入演藝圈。係唔想咯，3個都唔想，因為我自己做過呢一行啦。咁第一，我就覺得做呢一行咧，同其他行業係好大唔同咧，就係你嘅付出同埋收入係絕對唔成正比嘅。你付出100%，可能你係攞翻10%，同埋呢一行係好靠運氣嘅。你冇運氣，冇人捧你咧，你點樣靚，點樣有實力都係冇用嘅。所以我覺得即係我驚啲小朋友承受壓力冇我哋嗰一代。講真，我哋嗰一代嘅承受壓力會係比而家呢一代會好得。而家呢代我哋比較照顧得佢哋好啲啦。咁當然而家我哋要做好自由嘅爹哋媽咪啦。如果佢哋真係想嘗試嘅，我會俾佢哋試。ATV 2012亞洲小姐競選港澳特區12位候選佳麗已經順利誕生，佢哋將會競逐大中華總決賽6名席位。為咗令全港市民可以一同參與亞洲小姐競選呢項盛事，特別舉辦 ATV 2012亞洲小姐競選港澳特區全民票選，由全港市民從12位港澳特區佳麗中選出6位最具美麗、智慧及才華嘅候選佳麗，晉身 ATV 2012亞洲小姐大中華總